景美女中拔河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故事，激励了不少小选手。脚要推，脚要推，脚要推。新竹县二重国小在民国100年成立拔河队，需要全身力量、爆发力、肌耐力和心肌耐力的运动。准备，手要下去，2。选手们不分男女，伏地挺身、仰卧起坐，各种强度的训练都得咬牙撑过。但这些孩子格外不同，教练让大家练跳绳、练体力，意外发现实力不凡。大圈，大圈，大圈一点，不要往前挤，不要往前挤。我们刚刚看吗？其实运动量很大，对不对？对一天要跳几下一天要1000多， ？1000多，不可以吗？会累，对不对？那累了怎么办？第一个黑马给。爱坚持，爱上马。啊，我问秘诀是什么？要坚持努力，就像海陆枪。之前我们说，我会坚持，我会上马。即使累得气喘如牛，甩绳甩到手破皮，学生们斗气高昂。拔河队衍生出跳绳队，1分钟可以跳165下，夺下全国第一。景美女中的那个教练他讲了一句话：拔河运动要成功，就是要帮助最弱的那个小朋友。其实跳绳也是这样，因为跳绳你一定要帮助跳最差的那个小朋友，当他会跳了之后就好，坚持，然后互相的那个帮助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跟客家精神是很类似的。绳子到脚下的每个瞬间需要不断磨合，一起努力坚持。大家都能一起去争冠军，一起享受那种快乐。不因为跳绳冠军而自满，客家小选手们没忘记他们梦想中的目标，怀抱勇气，要在拔河场上争冠军。比嘅起碼嘅，愛堅持，愛上網。比嘅起碼嘅，愛堅持，愛上網。謝謝宗儀老師。